如果細路仔交出嘅作品唔似預期，你會感到失望，定係會感到好奇啊？嗰位日後改變世界嘅科學家愛因斯坦喺細個嗰陣都曾經交出一件俾老師評價為差到冇人有嘅手工板凳。究竟呢張歪斜嘅木凳背後隱藏咗啲乜嘢成長關鍵，令到老師嘅態度由嘆氣轉為佩服？喺一個陽光柔和嘅小鎮上面，有個捲捲頭、好怕醜嘅小男孩，佢叫做愛因斯坦。雖然佢都係小朋友，但係做起事嚟特別認真，就好似小蜜蜂咁樣勤力。有一日，班上面嘅木工堂開始啦，老師捧住一堆木板，笑住話：小朋友，今日我哋要做一張小板凳，每個人都急住想要試下整。班上面嘅同學一聽，興奮到不得了，有啲攞住個錘敲敲打打，有啲搽膠水整到手指都黐住咗，但係每個人都好開心。落堂鐘響嘅時候，大部分嘅同學都完成咗自己嘅小板凳，排隊交俾老師，只有愛因斯坦仲坐喺自己個位上邊，滿頭大汗，手上嘅板凳仲歪歪斜斜。老師走過嚟，摸摸佢嘅頭，溫柔咁話：唔緊要，你聽日再交都可以嘅。第二日朝早，愛因斯坦小心翼翼將板凳交俾老師。但係呢張板凳呢，有啲粗糙啊，而且其中一張板凳嘅腳仲側埋一邊。老師睇完皺起眉頭，忍唔住嘆氣：係。呢張板凳真係做得唔太合格。同學們開始偷偷地笑，有啲同學甚至遮住嘴仔細細聲話：手工真係差到冇人有啊！班房變得非常吵鬧。呢個時候，小小嘅愛因斯坦企咗起身，行到老師面前，真誠咁話：老師，其實仲有比呢一張更差嘅板凳。班房瞬間安靜，大家都擘大眼睛。愛因斯坦跑返自己個位，攞出兩張比頭先嗰張更歪、更鬆、手工更差嘅小板凳。呢個係我第一次同第二次做嘅。愛因斯坦紅住塊面講：雖然都做得唔好，但係今日交嘅係第三次做嘅，佢至少做得比之前兩個更加好啦。老師呆咗一下，跟住露出溫暖嘅笑容。佢屈低身睇住愛因斯坦話：你做得非常好，唔係因為板凳完美，而係因為你不斷努力變得更好。同學們亦都點點頭，唔再笑愛因斯坦，反而露出咗佩服嘅眼神。評價一個小朋友嘅表現，我哋睇重嘅係當下嘅成果，定係佢進步嘅軌跡？愛因斯坦嘅小板凳雖然唔完美，卻記錄咗佢3次嘗試、不斷修正嘅過程。呢一則廣為流傳嘅經典成長日誌令我哋睇見，比起追求一次做好，嗰一份要做得比上一次更好嘅堅持，往往更具力量。歡迎點讚、訂閱小兔故事屋，一齊陪伴孩子喺嘗試中成長。下次見，拜拜。